耿哥来啦！哎，小昭，哎，你怎么把小昭也带来了？不好吗？哎呀，好是好，就是没见过这样去打仗的。见过你哥了？见了，刚骂了我一顿。他也不知我怎么来的。我说啊，我是羽林中郎将亲自拨来的，手令俱全，他也没办法。哎，说说你怎么做到的？做到什么？怎么通到我们中郎将那里的？他可是2000担的老侯爷。他今儿啊，和颜悦色地问我，想不想去西边累积些俘虏的人头啊？想带谁？随便挑。玄英，哎，我叫了我最好的7个羽林兄弟过来。这位玄英，小昭是见过的。那日多谢了。不用，耿哥，我先出去了啊。不装睡了，说吧，你都做了什么？哎呀，真没做什么。哎，外面那帮人就不说了，你一个帐里能藏着2个女人，真当别人都是瞎子吗？我是想啊，这西去6000里去打仗，路途寂寞，有小昭弄箫，仙奴跳舞，岂不美哉？耿哥，要不要给你吹一曲啊？请耿爷上条领带。都疯了。